1999咧，亞科幻係動畫嚟嘅，有冥王星啊、木星啊、k i t 卡啦、重力有關嘅天文理論啊、物理科學都有嘅。舉個例子，超光速航行導致幾多粒物體喺第三日出咗嚟啦。大和特登離開火星軌道之後先進行超光速航行嘅。之後咧，到木星飛，之後飛去天王星嗰陣時就俾個木星嘅引力捉鬼住落嚟，咁樣脱離咗超光速航行。嗱，呢個就係1999嘅硬科幻證據嚟嘅。啊，之後波龍炮啦，波龍炮喺第15集裏邊，阿斯塔唔係第15集，喺第15集係第15集。尤麗莎上咗阿甲百合嗰度個身上啊嘛，講超元真空啲嘢。結果咧，超元真空依個概念呢個名詞咧喺2002冇晒，成個冇晒，係嘅係冇晒。第18集，幫人拍肥得鬼多啊，好似同楊電之拍差唔多。見到有得肥就肥咁樣，要平價嘢咯。超元真空有咁喺18集裏邊肥咗大概500零炮600零炮。有冇諗過超元真空爆不過仲比尤麗莎講嘅超元真空爆得仲犀利嘅？之後24集喺地球軌道外發射回轉波浪炮，又有諗到又要諗一樣嘢就係、喂，如果唔係地球軌道嚟嘅喎，係地月之間射嘅喎，嗰個位置射回轉波浪炮，冇諗過地球同月球嘅引力會因為回轉波浪炮原因導致月球飛咗出去咩？或者地球飛咗出去咩？再加上回轉波浪炮嘅威力，甚至係直接打破咗第十八集第十八集裏邊600座波浪炮肥嘅威力嚟嘅喎。點解冇引發超元真空嘅？個圓咧冇再寫出嚟啦，好收家。萬事都可以用理想主義圓啊，可以計算出嚟講得出嚟嘅話，我哋唔使講咁辛苦噶啦。再睇下馬克彈出嚟嗰陣時，我哋應該80、90年代飛去太空咯，融合引擎飛去太空咯。咁點解我哋依家仲喺度留呢喺地球度，仲喺度搞緊核融合實驗啊？點解啲人仲喺度打到你死我活啊？你可唔可以俾個解釋俾我？解釋唔到啊嘛，就係。咁我哋如果有核融合引擎飛去上太空嘅話，就星辰大海啦，而唔係喺度每日喺屋企怨天尤人，好似我咁嘅款，係咪先？